天主教神學小問答247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問：天主教禁止教友讀那些用不同角度看天主教的書籍嗎？答：如果只是用不同的角度看天主教，這類書籍是不會被禁止的。會被禁止的是骯髒、庸俗下流、相反天主教道德標準的書籍，以及公開或隱含地攻擊天主教信仰的書籍。如果一個教友覺得所讀的東西會對他的信仰和倫理生活造成損害的話，他是不應該繼續閱讀的。正如一個人喝一杯水時，如果有很強烈的懷疑水中有毒，他會被禁止不能喝這可能導致他死亡的飲料。沒有被人禁止，他自己也不應該喝。既然我們應該小心避免可能傷害我們的身體健康的食物，更應該小心避免危害我們的靈魂健康的東西。作為慈母教會的天主教會有責任保護他的子女。